敬德，请曾牧师，今仔日要敬德的题目是仰望上帝的荣光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至圣所，欢迎来敬拜你。阮就亲像枵过的囡仔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羡慕迄个顺传少年的食物。这就是你家己本身的画面，是你的话，也是圣神，也是上帝你的听。主求你进入我的生命的内底，互我因为你的同在，我心中所有的感情拢受到改变。主你甲阮三角地底，互这个信仰的大家庭，无一个人带着邀歌来离开你的身边，无一个人带着孤单软弱来离开你。愿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成做上帝你的囝子，享受上帝你无保留的听堂。主听阮的祈祷，大大祝福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，今仔日的题目是咱的祈祷，也是我对咱兄弟姊妹的分享。因为上帝伫即礼拜，互我最近毋是即礼拜，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，上帝互我有信仰的前辈，因的话写伫因的生命的分享的内底，超越时间，超越语言，超越空间。我真欢喜，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爱德华兹，伊的故事要帮助咱。也因为伊的感动，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正做牧师邀请咱做伙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咱。今仔日这个题目主题是仰望上帝的荣光，但是副题写较细字，写伫下面。这就是爱德华兹伊一生活伫主内底迄个幸福的感觉。爱德华兹，等下我会甲咱分享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美国正做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人，但是伊毋是政治家。伊将上帝所予美国的祝福，就是信仰的大复兴。这个人伫18世纪，将上帝的圣神甲上帝的话，过一摆读互美国人听。这个人毋是政治家，但是因为伊的敬虔，因为对上帝信慕，因为伊对心内迄种甲上帝恋爱。伊写这本册叫做《宗教的感情》，伊咧表明伊怎样伫上帝的听的内底，用伊一生来回应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我将这个长辈伊的信仰的态度来带互咱，因为主讲，我无爱你无小无冷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有一个火热的热情，因为这个热情，咱才会当享受信仰的欢喜甲快乐。愿你甲我拢讲阿们，因为主耶稣伫2000年来，常常用伊的风声，互丧凶的人，互软弱的人，互空虚的人来得到帮助。愿咱来听上帝的话。最近我真爱听这个人的讲道，我直直读伊的册。第一本册是中文的册，伊讲伫礼拜中间爱互上帝掌管。伊讲让神在礼拜当中，在讲道当中居首位。兄弟姊妹，你甲我，咱的信仰爱互上帝伫你的心中做头人。咱的教会捌一粒胸章，迄粒胸章我毋知恁了记无？恁较慢来的人摕无着，恁来问牧师，我都该找看卖敢有剩。伊讲上帝迄个时阵，咱的祈祷是甲上帝祷讲，上帝若毋是上好的生命，我不爱。耶稣，你是我心中第一要紧的救主。咱挂迄个一，毋是第一银行啊。咱挂迄个一是，互上帝咱的生命中间做第一。其实这种的观念，2000年来、4000年来，拢无改变。特别伫伊的祈祷中间讲，上帝除了你以外，
我无尽无通乱无的，伫天顶伫地上，意思就是伫现在伫将来，伫地上就是即摆，伫将来就是天顶。我活咧，我死去，主你拢是我心所爱。这个John Piper， 这个约翰派伯，这个牧师，伊互人评比最21世纪末跟21世纪初期，拢是全世界的英语世界内底10个上有影响咱的讲道者，包括到去年伫美国有8000个宗教领袖，因做为圈选出来。约翰派伯，伊永远是伫这个排行榜10名内底，英语世界有影响力的。伊毋是靠口才，伊所做方法甲咱的信仰的前辈约翰加利文拢同款，就是解说圣经，就带兄弟姊妹读圣经，然后互兄弟姊妹生命受到圣经的改变。这个约翰派伯，这个牧师，伊伫新学院毕业的进前，伊的老师甲伊分享一个灵性成长的一个真要紧的方法。伊讲：你做牧师，你做新学生，你爱认真读圣经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伫教会历史中间找一个，互你真尊敬的人，你读伊的日记。你读伊的传记，你读伊的故事，你读伊的讲道片，互这个人陪你到一生的路尾，亲像耶稣基督甲圣神陪你到一生的路尾。这个约翰派伯这个牧师，后来伊选一个伫欧洲甲美国伫英语世界中间一个真有影响力的人，这个人叫做爱德华兹。还是我今仔日无将爱德华兹的相片摕互恁看，但是真简单。如果你若要了解这个人，恁会当伫 Google， 毋通买华为手机，因为华为手机连伊可能都 Google 也袂着，歹势，佮带地去啊！爱德华兹是伫18世纪一个真要紧，互美国对宗教改革了后安静冷漠一段时间的是，这个爱德华兹这个牧师，佮重新佮一摆，带美国人经历到上帝的疼痛。这个牧师，有人讲，伫美国对300年来、250年来，美国有大概有几啊摆、4摆、3摆的这个信仰的大复兴。我伫新学院读到伊的故事的时，我有一种的对心中的一种的渴慕。因为我的父母的教会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互人批评讲是一个佮长佮老、无小无灵、无圣神的教会。恁敢捌听过人安批评长老教会？我真不以为然。阮虽然较老，虽然较长，但是阮嘛有圣神，阮毋是无小无灵。所以伫新学院的时，我读到这个人的故事，我对心中甲上帝讨一项讲：主啊，若通互我在有生之年，伫我还未死之前，我会当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大复兴。我毋知恁感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敢已经复兴啊？但是我毋知我敢会带着遗憾来离开世间。愿上帝通过爱德华兹和美国复兴的圣神，嘛伫台湾，互纪那遥过的人得到巴掌，互无小无冷冷淡的教会对梦中醒起来。我甲这个人称作讲，令美国伟大的牧师，伊毋是川普总统。但是，伊真正互美国对18世纪，后来19世纪、20世纪，将做世界一个真要紧的国家。但真可惜，美国除了经济、政治的伟大，美国渐渐失去伊的宗教、文化、灵性的伟大。
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愿咱的教会，毋是要为着伟大来活，是要活伫一个有热情、互上帝疼痛的生命内底。蒋派约翰派伯这个牧师，伊对年轻读约翰华兹、爱德华华兹伊的故事，甲伊的讲道片了后，伊一生受到爱德华兹足大的影响，因为伫爱德华兹的生命中，咱看到两项，一项就是大大开嘴羡慕上帝，英语叫做 Desiring God， 就是讲主啊，我的邀歌，我的孤单，我的软弱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约翰这个牧师为什么伫英语世界有影响？伊除了一生无以上帝交予伊的这间教会以外，还有一项，伊通过兄弟姊妹的奉献，伊推动一个事工叫做 Design God， 意思就是渴慕神。有电台，有广播公司，有出版社，用这个渴慕神做一个管道。用所有英语的世界来讲上帝的话。第二，伊伫受上帝影响的中间，伊写一本册；伊伫渴慕的中间，伊甲上帝讨讲：上帝，我要享受伫你内面迄种的幸福。所以写一本册，真吊诡，迄个名足奇怪。伊讲基督教的享乐主义。伊所讲的享乐主义，甲今仔日这个时代的享乐主义无共款，因为今仔日这个享乐主义拢叫做 all you can eat， 就是讲你若去食自助餐，但实在你食甲饱，无论是什么种的物质的享受，叫做享受主义。但这个牧师伊所写的基督教的享乐主义，有的人讲伊小可有一寡异端。其实毋是，你了解伊会拄做的事。伊最要紧的意思就是讲，兄弟姊妹，咱若今仔做基督徒，咱都要享受伫基督的内底迄种的幸福。也这你阿们嘛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嘛用今仔日这两个人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踏伫因的肩胛头，互阮明白看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是古早嘛是安尼，今仔日嘛是安尼，将来嘛是安尼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3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就是祈祷，求圣神点到我心中的热情。主啊，我不爱搁再做无小无量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我不爱干那带着目屎啊，带着忧愁啊，看着牧师迄个真严肃的面。主啊，我要真正来享受你的听，你的圣神伫我的内底。伫今仔日开始，我要真做一个本考试啊，行我人生快快乐乐条条的囡仔。细汉囡仔咧行路，甲老人咧行路，足无共款的。你看囡仔有当时啊，两步做一步行有无？因为对因爸爸妈妈因为脚较短，所以都爱两步做一步行。啊，但是啊，向中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。后那跳开边去，啊去算算的，了就去跳到爸爸妈妈的身躯边。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对心中有一个新的快乐，因为咱乱无上帝。我用爱德华兹伊所写迄本册来甲兄弟姊妹做咱的祈祷。主啊，互我对心中有一种真深的宗教感情。伊写迄本册的意思就是。基督教的感情、宗教的感情、神圣的感情，是甲上帝恋慕、甲上帝恋爱。地教咱有一日会明白，伊讲我要听我的上帝超过我听这个世间。愿主亲自将伊的听放伫咱的内心，互咱听上帝无出伫勉强，是因为。互上帝的听念伫咱的心内，这种幸福的感动。今仔日圣经有保罗的祈祷，有大笔的祈祷。
大笔是一个真要祈祷的人。顶礼拜我甲分享大笔的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听候到什么时阵？主啊，什么时阵你要听我的祈祷？但是今仔伫圣经的中间，上帝所互咱所读到这段的圣经，是大笔伊的祈祷讲：主啊，互我一生的年日，我祈祷，我追求，我默想，互我一生踮伫你的慈爱，伫你的圣殿中。这是今仔日的诗篇27篇第4节。愿主祝福你，甲你的囡仔，亲像上帝祝福我，甲我的囡仔。愿要一生一世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愿要一生追求，独独只有一项事，就是恋慕我的上帝。伫天顶，伫地上，用上帝做阮家族一生最大的。除了今仔所读的圣经以外，还有另外一节写伫咱的金句，诗篇73篇第25节，伊讲：伫天顶，伫地上，无有人会当代替耶和华我的上帝。伊是我独独心中所恋慕的。兄弟姊妹，恋慕上帝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主题。恋慕上帝是一个上帝的囝儿足要紧的态度。咱若无恋慕上帝，咱就袂认真读圣经。咱若无恋慕上帝的话，咱的智慧、咱的观念就受这个世间的影响。但是咱若恋慕上帝的话了后，咱若恋慕上帝了后，上帝要用伊本身的活命来改变咱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祝福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用大笔的祈祷做咱的祈祷。主无论怎样，到一生的落尾，独独你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的祈祷，上帝帮助咱，互古早人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。互圣经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，恁会记牧师要甲恁分享这个地方吗？主啊，圣经的故事若是一个祝福，若是真的，主啊，互这个故事成做我的故事。我的故事要另外成做一个阮的家庭的另外一本圣经，无取代上帝，是阮的家庭的这个家族的历史。要互阮的子子孙孙讲，阮的家族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家族，但是上帝疼阮。就亲像我捌甲恁分享讲，我的外祖的故事叫做高祥喜，但是伊是一个做长工的人，是一个孤儿。但是上帝予一个做长工散车人，伊的8、7个查某囝，拢读到高中毕业，100年前，上帝开我阿祖的目睭，改变伊对人生的工作，改变伊对人生的经营，改变伊对人生的选择。我阿祖无外貌，但是历代的圣徒上帝囝儿，拢是安尼一路行来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话写伫你的心内，互你有回这个话，互你了解，上帝要接祝福咱。恋慕是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无论是伫旧约，无论是新约。今仔日伫旧约的中间，我为恁读的这个诗篇73篇，伊讲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恋慕。恋慕的意思就是欢喜、强烈的愿望，英语叫做 desire。英语讲，就是我心中最悬的价值。兄弟姊妹，听。虽然你即马有真侪你家己的主见主张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是听上帝伊对你所讲的话，因为圣经的话来改变你伫人生中间的价值观念。兄弟姊妹，伫生命的改变中间，无一项代志比这项更加重要。除了信耶稣以外，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权利通主张
因为这是你的人生观。咱每一个人嘛有权利当主张，这是我的价值。但是耶稣讲，人若得到全世界，你会记迄个话吗？耶稣讲，既然为着我放杀世间，这是彼得、约翰问伊：主啊，我已经放落一切来跟对你，我会通得到什么？或者你想圣经安怎回答因？恁知啦，但是恁无一定甲斗做伙。耶稣讲：恁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将来得永远。兄弟姊妹，你读清楚了圣经的话吗？愿主帮助咱，咱毋是听一种的理论，听一篇的讲道，咱是听一句改变咱生命的一句话。愿主对恁讲话，互恁对圣经得到祝福。伫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，伊咧讲的乱无，就是今仔日爱德华兹伊所讲的爱慕上帝，极大的向往、渴望。愿主将这种的渴慕放伫你的内底，因为渴慕上帝的人，伊的生命要得到阳光甲尊贵。要互美国伟大，毋是渴慕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；要互台湾人伟大，毋是豁出去钱进来。兄弟姊妹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是有主张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将这种充满乱无的信仰感情，赏赐予你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做什么种基督徒？甲我无地带，歹势，杨牧师你开讲话遮尔冷漠，因为每一个人为着家己的选择，做最后的终局。愿咱伫今仔日来做礼拜，咱大大细细，咱拢甲牧师共款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乱无你。上帝，阮的教会是一间乱无上帝的教会。上帝，阮的家庭是一间乱无上帝的家庭。上帝，我要带我的囡仔来乱无你。上帝要我带我的囡仔来乱无你。这礼拜的家庭礼拜、联合礼拜，真可惜恁无去参加，因为我听到一个见证，真感动。咱教会只有2个人，就是我甲小兄弟。小兄弟来讲，无需要处理，干那你甲我尔，咱要去无？伊无讲咱要去无，伊咧感情是咧甲我讲，啊，剩咱2个人尔，咱要去无？但是我代表恁去，因为我若无去，人家讲德登教会毋知咧安怎。伫宝会关岛教会做礼拜，竟然无半个人来，啊，我毋敢无去，因为我是恁的教会的牧师，上少我一个人我嘛爱去。迄个礼拜是关岛教会吕牧师。李牧师，伊分享的讲道的信息内容，我无直接甲恁分享甲报告，但是伊讲着，伊的妈妈是客人、客家、未信者，后来信主了，结婚了，对伊的爸爸信耶稣。伊讲伊的妈妈是一个真严格，啊话无足济的，咱的庄脚的妈妈。所以，伊对伊的囡仔足严，但是忽然有一日，伊的妈妈的性情，伊的妈妈的方法改变。伊发现伊的妈妈改变伊咧教育囡仔的方法。以前讲真严，我的哥哥真调皮，所以我推甲金闪闪。哦，伊讲有这个话。但是后来伊的妈妈改变了。伊发现，伊问妈妈讲为什么？伊的妈妈甲伊讲，耶稣会改变你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将这种的乱无上帝，叫做咱家庭的特质，传互咱的子子孙孙。申命记第5章29节讲：愿我的百姓尊敬于我的心。遵守我的话，
互因的子孙得到祝福。恁愿意恁的子孙受祝福吗？愿无上帝用代笔的祈祷做咱的祈祷，用咱的祈祷教咱的囡仔祈祷，互咱的囡仔知影，天大地大，只有上帝上大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这是今仔日代笔的祈祷写伫诗篇27篇第4节。伊讲：我一生中间有一项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我要求耶和华，我要阁要对找。遮拢讲着求，但是这两个字无共款。第一个字就是祈祷，我祈祷耶和华，我求着耶和华。我渴慕耶和华，这个祈祷，这个字，第一个代表所用的字就是 desire God， 就是对于心中渴慕上帝，祈祷上帝。第二个字，伊用追求，这个字写得足下伫原文，咱的中文的翻译非常下伫原文的原字，伊就是超追。我一生咧找一个成功的道路，我一生咧找一个荣华富贵的方法，我一生咧找到一个幸福、阳光、尊贵的方法。遐个姊妹会晓祈祷的基督徒，伊的生命要因为祈祷来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真侪祈祷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感动你。学习真侪祈祷的基督徒，有一日你毋免互牧师指定你来做祈祷，你会甲牧师讲：牧师，即摆互我祈祷。咱中间多数的人拢讲：牧师啊，莫叫我祈祷。就亲像你无法度家己煮饭来食，你爱常常亲像红婴有人来饲你。也这有一日你要发现，祈祷是何等的快乐，因为祈祷毋是甲上帝讨债，祈祷是甲你心中上爱的上帝面对面讲话。愿主教咱祈祷，愿圣神甲咱三家伫地。代表伫这段话内底，伊个讲一项，这是伊祈祷的内容。伊祈祷的内容讲。主，互我伫你的圣殿内底看到你，汉字的圣经翻译做瞻仰，好像瞻仰仪容一样。基督徒足无聊，但是咱常常拢伫个别式咧瞻仰仪容，还是兄弟姊妹，就看我的上帝，较赢过看离开咱的人。瞻仰这个字原文叫做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看到上帝面的笑容。或者我上惊看到恁忧头甲面，我上惊看到你拄久，因为我若看到伫大家看兄弟姊妹你拄久，介绍你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讲到遮就好啊，通好停止啊。我若看到你忧头甲面。我会开始烦恼，讲我今仔日敢讲的真有适当吗？有合理姊妹，恁的需要吗？都爱看上帝，兄弟姊妹。代表的祈祷讲，互我看见上帝你的笑容，互我看到上帝你欢喜的面，迄个荣美，佮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愉悦，就用看到。上帝用着欢喜的面容，当咱来看上帝时，上帝喙笑目笑，好像着爸爸妈妈看到咱安怎调皮，伊心中拢充满迄种慈祥的迄种的面容。愿上帝用伊的面的光来照你，这就是犹太人的祝福的话啦。犹太人世世代代，因的祖先、因的老爸，拢安尼祈祷讲。愿上帝用伊的面的光照你，愿上帝用伊欢喜的面来看你。最后代表讲，互我伫你的圣殿来求问。其实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互我伫你的面圣殿内底来默想，来反省。因为坐伫你的圣殿的内底，就是听你的话。
默想你的话，明白上帝你的心意，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所在。兄弟，上帝甲摩西讲，这个所在是圣洁的所在，脱去你脚的鞋。所以今日咱伫新约所读的，除去一切的歹，咱伫上帝已临在的人生的内底，兄弟姊妹，将垃圾衫脱起来，将你知影无适当的习惯改变，将咱的心思意念带到伫圣经的中间。咱伫台湾的教会咧发起一种抄写圣经的运动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圣经无应该是抄伫白纸黑字，应该爱抄伫你的心，抄伫你的思想的内底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对彼得，对代笔到彼得，彼得伫伊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讲。如果你若担着主恩典的滋味，彼得是一个经验主恩典甲关联的一个学生，所以彼得是一个一生为主来活的人。今日圣经讲，你若担着主恩典的滋味，恁就要想讲，主啊，互我啉搁较济，互我啉搁较济。彼得用迄个爱慕什么？第一，爱慕宣传的灵念。才有3个字：宣传、属灵，甲上帝所赏赐咱的属灵的食物3项。其中的这个灵，伊本身有2个意思，一种就是属灵，佮另外一种就是理性。主啊，我信慕上帝你对天灵所赏赐我信仰的食物。关兄弟姊妹，咱真做一个会晓读圣经的基督徒，有真侪传统的教会几啊代了后，其实因了个信上帝，但是有的家族对上帝的话做申诉啊，你敢捌拄到这种传统的基督徒？因相信，因嘛享受教会的生活。但是基本上，因对上帝的话真无了解，嘛无认真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伫这个黑暗的世代、弯曲背脊的世代，咱若要成做一个无互人迷惑、无受人影响，毋是墙头草。兄弟姊妹，咱要有圣经的主张，咱要有圣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试看伊恩典的滋味。这个恩。伫圣经原本的意思就是恩典，但是伊还佫会当翻译做另外一项，就是良善。你若试着上帝恩典的滋味，恁就羡慕上帝的祝福；你若试着上帝的阳光，恁就无搁再活伫黑暗的中间；你若试着上帝的慈爱，恁的生命就袂自私。兄弟姊妹，信仰就是这种的改变的规律。所以耶稣讲，这就是福音。保罗讲，见老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无可能无改变，伊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成做过去。你我拢会晓背，但是这咱即嘛是新的人啊，旧的人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求上帝的圣神。一礼拜、后礼拜、后礼拜，6月初9是圣神降临节。兄弟姊妹，咱还佫2礼拜。你愿意因为圣神的充满来准备心吗？因为咱逐年拢咧过圣神降临节，你愿意听候？你愿意佫一摆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每一年的圣神降临节，拢亲像我去加油站。甲迄个工读生讲加满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伫今年的圣神降临节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你将你的圣神的画面丰丰富充满伫我的内底嘛？愿主会听，
赎回咱。愿主用伊的疼来听咱，听咱甜甜，互咱对上帝讲：主啊，莫放手！主啊，莫放手！听咱甜甜，互咱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搁较济，搁较济，互我长大成做一个有听的基督徒。我要用你的听来听这个世间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咱这礼拜的祈祷。牧师期待恁伫礼拜中间是一个真正足幸福、享受上帝的充满，足幸福听到上帝的话，佮听有，毋是干那听尔，听有上帝的话，是别人听无到的哦。是上帝圣神特别通过这个礼拜中间特别感动你听到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每一个礼拜顶悬看到上帝阳光充满。这礼拜上趣味的新闻，就是一个姓卢的一个师傅，伊伫体育馆办大的法会。叫一个乌医生爬起来问伊讲：你有看到光无？这乌医生透过故意啊，伊问伊几啊摆，伊拢甲讲无。伊讲你有看到新师傅头壳顶的光无？伊到最后因为惊歹势，所以甲伊讲：有，我有看到迄电火照落来的反射的光光。伊讲迄就是光啊！兄弟姊妹，毋免看牧师的头壳顶有光无？恁着爱看无牧师。做礼拜是你无感觉牧师徛伫遮。恁爱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咱爱真正看到，因为伊就是光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第二个期今仔日圣经中间，我想要问兄弟姊妹你一句话：有可能咱做一世人的会友，但是无一定真做真正的基督徒。如果若讲到你歹势，迄毋是牧师讲的，是上帝圣神要甲你讲的。有可能咱做几啊代基督徒，但是咱无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问咱家己：我敢已经定头生啊？你若问牧师讲，什么叫做定头生？牧师就知你也未定头生。所以恁会毋敢来问牧师，毋是？咱爱认真想，重生的意思就是过去种种必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必如今日生。这就是圣经的话。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叫做过去。兄弟姊妹，你是一个信仰的成人，也是一个信仰的主儒，也是生长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你感觉你来做礼拜是欢喜来的吗？还是一个真义务？就亲像要去参加联合礼拜，来到教会才发现剩我甲张老，阮两个人决定真义务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真义务，今仔咱所做拢是回应上帝的听。你听到了上帝的话吗？听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听到，一个是听到上帝的话。但是雅各讲，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。听讲道的目的是为着要见证我所听到的话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第三个祈祷，因着爱，我更像我的天父上帝。第三个祈祷，主求你用你的听充满我。我要为你亲像保罗讲，我若果癫狂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催逼我。我若有一个热情，是因为耶稣将伊十字架顶悬迄个听放伫我的内底。这是第三个祈祷。主啊，大大用你的听来改变我，互我恋慕你，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，
咱无来生也无来世，但是咱有永生永世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甲我的家，我甲我的家，亲像约书亚，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真正用代表的祈祷讲：天顶地下，我无别的上帝，我嘛无别的价值，通乱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最后一个祈祷，做3个行动甲回应。咱若愿意互上帝的疼来改变咱的生命，咱做3个回应。第一，你讲神掌权的生命，主啊，你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你来掌管我。第二，因为上帝因为上帝的掌管，所以今仔圣经讲，读去，这个文恁去读，咱做一个反省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甚么所在需要改变？迄就是改变。读去的意思就是改变。当大人得救。愿咱亲像大笔，伊讲有一项事，我要对耶和华讨，我要阁要找，就是一生踮伫耶和华的厝，看到伊的笑容，看到伊的阳光。也踮伫伊的圣殿内底来默想，来学习伊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，当咱领受上帝的听，就是邀请甲祈祷。主求你用你的光来照我的生命，主求你教我敬畏你的话，祝福我的家庭尊主你最大，独独用上帝最阮的中心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求你点到我心中的这段，主求你用你圣洁的听赎回我。主耶稣求你伸你的手，就是受定的手，划伫我的心头，互我明白天父上帝的听是何等的长、阔、悬、深。主点到我心中的这段，互我有一个圣洁的宗教的热情。主帮助我的教会兄弟姊妹，无去再做形式的会友，是做一个享受上帝你所赏赐活命的基督徒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